最近好多人問我，比特幣會唔會俾穩定幣取代佢？答案好簡單，唔會。穩定性越強，比特幣就越係不可或缺。穩定幣唔係替代 BTC， 佢係替代銀行，係美元嘅互聯網版本，用嚟解決跨境支付、匯款同資金流動問題。而比特幣解決咗係更底層嘅問題，永不通脹、超主權嘅貨幣，一個係支付工具，一個係價值貓華，根本唔同維度。穩定幣嘅價值取決於美元會被稀釋，而比特幣嘅價值由全球共識決定。穩定幣越普及，比特幣就越有價值，因為佢令世界見到法幣會貶值。穩定幣只能夠救當下，救唔到未來。呢個時候，人哋就會轉向比特幣。穩定幣係應用層，比特幣係底層結算層。工具唔可以替代價值。穩定幣令交易更快，比特幣令價值更穩。呢個唔係競爭，而係分工。最終邏輯好簡單，技術可以替代技術，但係佢哋可以替代全球共識。而比特幣就係共識，速度永遠打唔贏信任。